在一帶一路倡議邁向新階段，香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迎嚟10週年，一帶一路總商會創立8週年嘅歷史交匯點。作為一帶一路總商會創會副會長，我內心充滿咗自豪同埋責任。呢個不單係時間上嘅重要標記，更係香港企業同埋國家戰略同頻共振、攜手共進嘅最佳見證。一帶一路倡議係偉大嘅世紀工程，係和平、繁榮、開放之路。香港作為國家對外開放嘅窗口，同埋國際金融、貿易、航運中心，天然承擔咗關鍵嘅角色。一帶一路倡議為香港提供咗用武之地，讓香港優勢從區域輻射全球，成為一帶一路上嘅明珠，係國家戰略同埋全球市場對接嘅最佳轉換器。作為香港企業家，我哋嘅責任在於精準找到國家所需同埋香港所長嘅契合點，將合作橋樑築得更寬更穩，將角色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嘅合作成果。過去幾年，喺李家超特首帶領下，香港代表團多次訪問咗一帶一路國家。今年嘅中東之行，簽署咗59項合作備忘錄同埋協議，用實踐證明香港從未缺席一帶一路，更係以獨特優勢成為呢條路上不可或缺嘅超級聯繫人。近年嚟，我跟隨一帶一路總商會及特區政府嘅步伐，積極參與全球經貿活動，深度走訪一帶一路沿線地區，尤其係中東、東盟等市場。今年5月，我隨同林建岳主席同埋鄭長寧會長，帶領咗30多位香港企業家同埋專業人士走入阿聯酋展開考察，延續李家超特首宣傳嘅擴大朋友圈之旅，同阿布扎比發展局皇室主權基金高層展開咗座談同埋交流，了解當地招商、法律、稅務等政策，並與當地知名企業就生物醫療、數字經濟、地產建築、綠色金融等領域嘅合作展開咗深度嘅探討，簽訂咗多份合作框架協議。通過考察，我深刻體會到香港要發揮背靠祖國、聯通世界嘅優勢，既要引進來對接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嘅資金資源同內地產業嘅需求，更要走出去，將香港法律、金融、諮詢等專業服務與內地技術優勢結合，為一帶一路項目提供全鏈條嘅支持。未來我哋會繼續依託一帶一路總商會嘅平台，匯聚香港工商界力量，為國家戰略注入香港動能，整合大灣區供應鏈資源同埋市場需求，推動更多香港方案落地，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做出更多嘅貢獻。